我爱一个人，我足坚定的。就算迄个人心目中无我嘛袂要紧。是因为你到这竟然还敢唔知我的生意，迄是因为我介意你。我真正是足恨我家己，为什么无都提出勇气对你讲？我爱你。歹势，我想激动啊，歹势。张振凯，你到底是你讲啥？有一双手来将阮牵，像避风的花，温暖阮心情。异乡的我，到底那这娘在你羞啊？绝对不是因为害羞，是因为天气伤热啦。迄是因为你误会我，迄是因为你到这竟然还敢唔知我的生意，迄是因为我介意你。我爱你。甲你来作伴。我毋是早有甲你讲过，叫你爱家己相处的感情，永远藏伫心肝内。你是安怎要遮尔啊匆忙？你要甲讲出来？你敢知你安尼做会造成反效果？就有可能会破案。我甲小秋目前的关系。有一双手来予我牵，牵着咱两人永远相依偎。我伫阮身边，轻轻来对阮讲一声我。我是叫做安妮的，来啦。大哥，长哦。讲啥？我想要问一个爱我的代志，哪会甲我拢拖落？我看伊是结拜兄弟，是好妈鸡啊！为啥咧？我白乱讲，以后见面唔就尴尬？这张真个到底是咧乱想啊！我唔惊我面风雨交加，是讲讲出了。我连了解我的事情，听见。